欢迎收听恩感性灵。这次的主题是关系质变与关系再生，昔日相惜，今日相斥，烦恼多，理想与现实。心有千千结，不打不相识。人之相知，鬼相知心。心有灵犀一点通，默契的培养费功夫。惺惺相惜好享受，八拜之交好甘甜。手足相咬，兄弟阋墙好伤心。苦加爱在心底，口难开，彻夜难眠。冰冻3尺非一日，陌生就保持距离，误判情境就紧张惊慌，不悦就产生排斥。不满情绪给人脸色看，谣传偏差与变成重伤。竞争导致孤立，较劲美升格到冲突。敲边鼓，卷入对抗，背后冷箭讨回公道，结伴筹划，撂倒对方。圣经教导：真光如暖阳，滋润心房，消融杂质。神所爱的必享安眠。恩赐立场看法不同的相容，气愤怨言生气不到日落，对意外遭遇无奈到埋入心底不想谈。神使敌对的与顺服行仁义的人和好。神儿子的别名是清心的人，使人和睦的人。感悟：爱的生命跨越、差异、不同、仇恨，想到对方就为他祝福。爱那不可爱或不搭调的人，善用相益，超越仇恨，互相成全。禁止对方或恶者在情绪上两面操控。一步算一步，人生的现实。这时候过的生活的爱乐，心中挣扎，别人的明亮，能自己牵走的道路的真爱。哦，那我有天一过，风光来，一件又接一件，天边与自尊沉重的山，但有你安稳永远的梦。为一点忧虑，生命的真挚。天老之后，生活的延续，走去无意，掉落过你，再高的自己，更人的恩情。走走，这时光有感情，看起你，风风又能从心。尊贵荣耀，真实盼望，不给你的生都生福门。